心靈交響曲。求告代求，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列王紀下6章17節，以利沙禱告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見。以色列王屢次得着先知以利沙的提醒，洞悉亞蘭王的軍事策劃，本以為如天機般的部署，卻被以利沙破壞。惱羞成怒的亞蘭王下達命令，連夜派出軍兵定要捉拿以利沙。清晨起來，以利沙看見兵臨城下，是驚惶，是失措。以利沙急忙求告耶和華，求神的幫助快快來臨，求敵軍眼目昏迷，求耶和華使他看見的，也使人人看見是神的天兵天將必來保護他的子民。我們一起來禱告。困難常在我們沒有準備下出現，使我們如被仇敵般圍困，是要讓愁煩倍煎熬，是要使憂慮添惱恨，或是將愁煩求告神，或是被此代求將憂慮交託於救主耶穌基督。求聖靈保惠師幫助我們遇到任何挑戰要求告神。以上祈求同心奉主名禱告，阿們。